谢谢，我的表演结束了。哦，对，感谢我们部落的年轻好不好？给他们再次掌声。很辛苦哦，这几天都在部落里面练习跳舞哦。我们把整个部落的活动中心包场包了2个月，从过年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在使用。然后为了这场演唱会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有你们支持就够了。时间差不多很多了，然后你们既然安口都还没有人走，是怎么回事？好啊，不要这样，你们也是要睡觉的。这里不是小巨蛋。好。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活动，那我会放在我的 Facebook 跟官网。其实预告一下，6月份我会办海边的孩子演唱会，演唱会的收入全部要捐给我们部落，当做青少年的教育基金。然后再过10年应该出来选乡长了。然后再来李卡。然后我是想要为自己的部落、自己的文化奉献一点点心力。我常常比喻啦，我都会替国家奉献2年的时间，做国民应该尽的义务服兵役。那我可不可以奉献2张专辑，都是纯无意的奉献给我自己的族群？最后准备也不要真的很激昂，对，我想用清唱的，然后慢慢唱到你们慢慢平安的回家，所以你们要平安，但是。